曾幾何時，我哋成日掛喺嘴邊，話北上消費係去扶貧，覺得自己有條件有能力去帶動內地經濟。但係今時今日，啱啱個週末又有超過70萬香港人北上，再次打破紀錄。個世道明顯變咗，而家大家過關唔係去扶貧，而係去見證香港零售業嘅寒冬。網上各大討論區都有人感嘆，香港零售同飲食業終於要為自己參差嘅質素、惡劣嘅服務態度同埋天價付出沉重嘅代價。想切身感受下呢股時代嘅洪流，唔需要睇咩深奧嘅經濟數據。週末朝早行入上水或者粉嶺站，你嘅耳仔首先會受到震撼洗禮，成千上萬個塑膠車轆喺石屎地上轟隆轟隆咁碌過，頻率整齊劃一。大家手上拉住嘅係俾人戲稱為重型裝甲嘅摺疊手拉車，呢班絕對唔係難民，而係全副武裝嘅北上入貨團。空氣中彌漫住鮑師傅肉鬆味、山姆超市烤雞味，同一種執到筍貨嘅興奮汗味。大家過關眼神咁堅定，無非因為對面有9蚊6個嘅大包，9蚊9一支嘅飲品。以前我哋講借渣價錢、燒鵝味道，而家係香港揾錢，深圳買起全家所需。當你見到連平時最姿整嘅太太都肯放低身段，拖住架車仔喺蓮塘口岸衝鋒陷陣，你就知呢場絕對唔係一時三刻嘅熱潮，而係一場徹頭徹尾嘅生活革命。回想下平時喺香港食飯嘅經歷，就明點解會有呢場革命。最近有香港食肆出 post 教育客人，話餐牌寫嘅重量係生肉未煮之前嘅重量，結果俾 Facebook 谷友狂轟。咁即係當客係水魚呢？加埋限時交台搭台，仲要睇伙計面色，怪唔得人人北上。喺香港600蚊買到嘅可能係一套戲，但轉個頭去到深圳，同樣價錢可以食到一餐豐盛嘅烤魚，仲有檸檬茶任飲。最重要係有大爺一樣嘅服侍。對於受慣氣嘅香港人嚟講，呢個根本唔係消費降級，直頭係一種報復式嘅消費升級。大家下次過關不妨留意下人龍入面啲街坊，好似住喺天水圍頭髮花白嘅陳婆婆咁。喺香港佢係個街市精算師，買棵蔥都要同菜檔阿姐大戰300回合，為咗慳嗰幾毫子。但而家身處深圳街市，佢中氣十足，霸氣外露。我聽到佢同燒臘檔老闆講：老細，隻雞幫我撕碎佢啊！屋企啲塞豆窿懶到出汁，有骨佢哋唔肯食豆。個後生老闆4萬咁口答：冇問題，事頭婆幫你撕到最碎，保證你個孫食得開心。聽落好普通嘅對話，其實篤中好多人死穴。身邊啲朋友都話喺香港俾錢都買唔到，尊重得北上先揾翻做人嘅感覺。陳婆婆面上嗰種滿足，唔單止係慳咗幾百蚊家用，而係佢重新揾翻做客嘅尊嚴。呢個短短嘅旅程，可能係好多基層市民成個禮拜入面唯一可以挺起胸膛做人嘅時刻。呢個已經係一場心理治療。諗深一層，其實幾令人唏噓。除咗基層市民同家庭主婦，港珠澳大橋或者深圳灣口岸每逢假日塞到爆，入面有一大批係揸住靚車嘅中產。自從港車北上實施之後，呢班原本喺香港去開高級會所、幫襯開中環、銅鑼灣嘅消費主力，都紛紛用車太投下不信任票。佢哋上去唔係為咗買9蚊個大包，而係去享受服務升級。例如去整牙，喺香港整一隻牙閒閒地2-3萬，深圳幾千蚊搞掂，仲要當你 VIP 咁服侍。又或者去汽車美容、室內滑雪場，幾百蚊包食包按嘅豪華水療中心。呢班中產平時喺香港返工，壓力大到甩頭髮，放假想鬆一鬆，結果發現喺香港花幾千蚊都要限時限刻，反而揸車上去幾百蚊就可以買到全日嘅身心舒暢。呢種中高階消費力嘅流失，連同專業服務嘅轉移，對香港本土經濟嘅打擊先係最致命。講開去玩，香港人咁中意返去，仲有一個好真實嘅原因，就係對空間感嘅極度渴求。香港嘅商場設計本質上係一部榨汁機，通道永遠咁窄，冷氣永遠凍到雪房咁少。你想揾張凳坐下唞下，對唔住，除咗幫襯買嘢，成個商場係冇免費座位俾你停留嘅，逼緊你不停行不停買。
但去到大灣區啲巨型商場，到處都有梳化、戶外花園，超級市場條冷巷闊到可以打側手返。對於長期住喺百幾200尺蝸居嘅香港人嚟講，北上買嘅唔單止係平價貨，更重要係買緊幾十個鐘頭嘅空間自由。正因為呢種空間自由，意外地修補咗唔少家庭關係。以往喺香港，一家人困喺幾百尺空間，阿爸阿媽喺廳睇電視，仔女匿喺房，出街食飯又貴又逼，好容易有摩擦。而家週末成家大細，帶埋爺爺嫲嫲，推住架 BB 車，舒舒服服去深圳飲早茶。細路去大型遊樂場放電，老人家去揼骨，後生一輩去打卡飲手搖。因為消費門檻低咗，空間大咗，大家包容度都高咗。呢種三代同堂其樂融融嘅畫面喺香港越來越難見，反而喺深圳商場重新上演。除咗平同空間大，背後仲有一場靜雞雞嘅文化入侵。以前香港人手機首頁係 WhatsApp、Facebook， 今時今日啲後生仔手機最前頁肯定係美團、大眾點評同小紅書。當大家發現100蚊可以買到幾大箱紙巾，銀包縮水，面紙都係假嘅，大家終於回歸最貼地嘅現實。呢種轉變徹底扭曲咗香港人嘅時空觀念。約朋友去銅鑼灣，佢嫌遠；約去蓮塘食酸菜魚，佢話過個關就到。喺抵唔抵呢個大前提下，過關同搭車嘅痛苦被大大稀釋咗。再睇翻香港北區街市或者以前逼到爆嘅旺角食肆，而家老闆坐喺度拍烏蠅，上網怨香港人冇義氣，唔留港消費。連登仔即刻反擊，60幾蚊食碗劣質火腿通粉，加埋惡劣態度，邊個仲有義氣呢？講到態度差，好多人會鬧香港啲侍應黑面，但係公道啲講，嗰個催你埋單嘅茶餐廳阿姐真係天生脾氣差咩？香港租金貴，老闆壓縮人手，一個伙計做3個人嘅嘢，一日做10幾個鐘，人工僅夠交租食飯。面對咁高嘅工作強度，根本冇心情同你慢慢好聲好氣。消費者覺得俾錢買難受，前線打工仔其實都係度日如年。大家同坐一條船，搞到互相為難，何苦呢？高昂嘅地產霸權將壓力轉嫁俾老闆，老闆轉嫁俾伙計，伙計最後發洩落客度。基層市民同前線打工仔互相埋怨，真正賺盡紅利嘅大業主就坐喺冷氣房印腳收租。呢場消費者大逃亡，其實係香港人對呢個令人窒息嘅高壓生活模式發出嘅一聲長。成件事最黑色幽默嘅係，政府推大灣區融合推咗咁多年，有高官話北上消費反映香港人認同國家，唔少市民聽到笑出聲。搞創業基地以為大家上去搞高新科技，點知大家最身體力行嘅竟然係上去慳錢同飲食。原來所謂嘅融入，最先融入嘅唔係靈魂，而係我哋個胃同埋個荷包。有人問呢股北上風潮幾時先會停呢？網上最熱烈嘅答案係，除非香港嘅租金同服務追得上深圳，否則永遠唔會完結。香港作為我哋嘅主場，感情上一定有份愛，但作為每日要計住條數做人嘅星斗小民，個荷包係最誠實嘅。既然改變唔到大環境嘅結構性死結，唯有改變自己嘅生活半徑。呢個就係香港人最擅長嘅執生智慧。當香港揾錢，深圳使變成常態，香港留翻俾自己嘅，除咗依然係全球最貴嘅樓價，仲剩翻啲乜？呢個咁深奧嘅問題我都冇答案，不如留翻俾大家慢慢思考。你而家係咪已經變成香港揾錢，深圳使一族呢？定係依然堅決留港消費呢？今個禮拜有冇打算北上呢？歡迎喺下面留言話俾我知，講下你最想吐槽嘅香港鋪頭經歷，或者深圳筍貨推薦。今集講住咁多先，覺得有共鳴嘅記得訂閱、撳鐘、俾 like。